真力時雙空表停維修實錄。計時功能卡掣1/10秒計時不準，計時離合器磨損，計時齒輪咬合間隙偏移，高振頻導致潤滑油乾涸，油絲輕微變形，自動上鏈效率低，帶住都容易停走，自動擺陀滾珠軸承磨損，上鏈傳動輪輕微崩齒，主發條皮龍鬆弛，動力儲存顯示指針卡掣顯示不準，動力儲存齒條磨損，指針傳動軸鬆動，表盤內灰塵卡掣指針走時整體偏快磁化，日常靠近強磁場導致機芯磁化，琴中差間隙偏移，日常使用保養要點，計時功能唔好頻繁長時間開啟，會加速計時模組讓壞油乾涸，磨損零件，防治防摔，避免靠近強磁場，避免劇烈撞擊，日常上鏈，長期閒置，每月手動順時針上鏈30到40圈，避免機芯油脂凝結，淺油保養，每2到3年送來328維修中心做一次全面洗油，為你度過每個珍貴時刻。